其實咧，乳癌喺做完手術之後咧，好多時候咧都冇明顯嘅殘餘癌細胞留喺身體嗰度噶啦。不過咧，無論現今嘅醫學幾精準啦，我哋都未必能夠檢測到所有匿埋喺身體唔同角落嘅癌細胞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需要做一啲嘅輔助治療嚟到減低翻發嘅機會。其實輔助治療咧係分術前同埋術後嘅輔助治療嘅，咁主要咧係睇病人嘅期數啦，同埋生物標記咧嚟到去決定嘅。咁所以你需要幾時去做輔助治療咧，就要問翻主診醫生啦。其實傳統嘅輔助治療咧分4大類嘅，主要係化療啦、放射治療啦、荷爾蒙藥同埋標靶藥。而標靶藥咧亦都有分口服啦、皮下注射同埋靜脈注射嘅。咁而家最新嚟講咧，有多埋呢個免疫療法啦。醫生咧會根據病人嘅病情啦，同埋生物標記咧，去為你選擇最適合嘅輔助治療嘅。其實大部分嘅輔助治療咧都係政府嘅標準項目嚟嘅，不過有啲藥物比較昂貴，政府其實有提供一定嘅資助，包括關愛基金或者撒瑪利亞基金。除此以外，亦都有一啲非牟利嘅慈善組織有提供經濟援助嘅。詳細嘅情形可以問返醫生同埋醫務社工。多謝田醫生嘅分享，令我哋知道咁多有關乳癌嘅治療方法。除咗醫生分享有關乳癌治療嘅資訊之外，今日會為大家示範3個簡單運動，改善乳癌手術後嘅身體痛症問題。Melvin Sir， 我知道咧唔少乳癌病人喺手術之後，傷口同埋腋下都會覺得扯住唔舒服，唔知有冇乜嘢簡單嘅運動可以幫到佢哋呢？Stella 可以啊，今日會為大家示範3個簡單嘅手部運動，只要每日做3組，每組做5至10下，咁就可以大大舒緩手部嘅不適㗎喇。大家試下一齊做啊！第一個練習係肩胛骨運動。呢個動作係為咗保持肩胛骨嘅活動度，預防乳癌術後出現肩頸緊痛嘅情況。首先，我哋將2個膊頭向上縮起，喺頂點保持輕輕發力，維持3秒。然後將2個膊頭向下壓，保持輕輕發力，維持3秒。如是者，每10個起伏為1組，每日做3組。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，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，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，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。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，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，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，膊頭縮起。膊頭放低，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，最後一次，膊頭縮起，膊頭放低。動作完成，放鬆還原。喺呢個時候稍作休息，然後準備下一個動作。第二個練習係鐘擺運動，同樣可以改善乳癌術後帶嚟嘅肩關節僵緊問題。首先，我哋前後腳弓步企，一隻手可以輕輕扶住台或者凳，然後腰微微向前傾，將手術後嗰隻手放鬆垂低，利用手嘅重量將膊頭放鬆打圈擺動。如是者，每次順逆時針各做10個圈為1組，每日做3組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後反方向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呢個動作完成，稍作休息，然後再到下一個動作。第3個練習係爬牆運動。呢個動作係希望可以幫助病人循序漸進咁樣提升返膊頭嘅靈活程度。首先，我哋面向牆企，將手術後嗰邊手輕輕放喺牆上面，然後借助腹牆嘅幫助往上做爬牆嘅動作，直至到膊頭有輕微嘅拉扯感覺就停低，停留3至5秒，然後沿住慢慢放低手，來回重複做5次為一組，每日做3組。1、2、3、4、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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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後一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。動作完成，放鬆還原。以上運動都需要持之以恆去完成，每個動作每日至少做3組，每組動作做5至10次，咁先可以有效改善乳癌手術帶嚟嘅肩頸緊痛問題㗎。同時亦都要量力而為，如果做起上嚟發現有傷口腫脹或者過度嘅不適，就要停止運動。同時亦都要諮詢你嘅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㗎。